特别上帝，阮真感谢，阮这个教会随风细细，还有今仔日特别甲一个细囝领洗礼。阮恳求你通过今仔日阮所读的圣经，搁一摆提醒阮做父母、做教会、做这个世囝信仰的前辈的人，阮对你所领受的使命，愿你圣神伫阮的中间，阮无论听的、讲的，拢会当得到警醒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今仔日题目是拉合甲罗德吼。你若去读迄个马太第一章吼，马太第一章，迄开始是耶稣的家谱啦。对阿伯拉罕开始，阿伯拉罕生以撒生雅各啊，直来，拢总有42代啦。我想真少人有哪去读遐个啦。你若去转去，你若有趣味，你去看吼，伫迄个名单的内底有5个查某人的名单的名。这伫犹太人所写的族谱是真无平常的代志，因为犹太人是用查甫人做社会中心，伫遐提起5个女性的名，这是已经真无平常啊。搁较无平常的是吼，即四个除了玛利亚以外，剩的吼拢总有一点仔问题。那用咱今仔日的目睭的眼光来看吼，拢毋是良家妇女啦。伊有一个吼开始的是讲他玛吼，你若去读创世纪第38章，伊吼装作妓女去引诱伊的大家，吼引诱伊的先生的爸爸，大官啦，大官毋是大家失了，大官啊生一个囝。今仔日咱读拉合是一个妓女，伊嘛毋是犹太人哦，毋是犹太人。罗德无啥物问题，毋过伊毋是犹太人，伊摩押的人。咱今仔日有读吼。拔示巴是甲迄个大笔吼有大笔，这是大笔的毋对啦，总是拔示巴甲大笔有概念的问题。因为这是真，你安尼来甲想哦，我读这个，我在想讲哦，咱大家拢在要紧的迄个名声吼，上帝敢若无啥要紧呢？会用你就好呢，伊无咧要紧呢。你敢无感觉？所以你若感觉讲哦，我真正真有问题吼，毋免放弃啦。上帝若会用他玛甲拉合吼，佫会用拔示巴吼，咱大概拢比这较无问题才对啦。我今仔日将拉合甲罗德更做诶吼，这两个我早起才发现着。我甲恁讲哦，因为吼，我甲恁共款，无人真拍拼去读遐个名。我早起伫看真两个时候，我才发现着吼，我是安怎想呢？我想讲，拉合伊是一个妓女，咱有读着吼，耶利哥城的妓女，伊的名会伫耶稣的族谱内底，伊一定是有结婚，一定是有囡仔，无伊的名哪会伫内底？所以我就是讲，因先生叫做啥物名？恁绝对摇袂着。因先生的名，台湾话做萨文，萨是撒加利亚的撒文是门啦吼。英文翻译的名叫做Simon，就咱食的鲑鱼迄个Simon，就是迄个名。伊的名叫做Simon。我去看圣经的注解吼，有人讲吼，这有可能是迄个约书亚派去做征谈迄中间的一个，有可能。就不管啥啦，这个记录吼，互上帝讲拉合甲撒文吼生一个囝，叫做波阿斯。你若去读罗德记吼，
拿俄米甲伊罗德甲伊的大家转来以伯利恒了，罗德有结婚，伊的丈夫就是波阿斯。所以你甲看吼，我早起才发现着，我讲这真趣味。所以罗德是拉合的新妇呢，罗德嘛是拿俄米的新妇。这真趣味呢！咱今日读个圣经，竟然是两对迄个要哪讲大家新妇吼，大家新妇，这是真趣味的代志。我甲因两个合作的吼，毋是为着这个理由啦。我早起才发现到的嘛，毋是为着这个理由。迄个理由吼，我到讲道的尾啊，恁就听会出来啦。所以我即马无爱讲，我若讲就毋免佫讲啊吼。但咱来先看拉合，拉合这个故事，恁拄仔听主安长老在读的时，恁敢无感觉？迄个故事真，那像囡仔故事哦，侦探去去是安怎两个走去找基路，咱嘛毋知。迄个基路佫倒伫城墙的顶头，迄个城墙是外高，会当带人。这代志吼，大开始。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，摩西死了，伊带以色列百姓要入迦南地，拄着真侪阻挡啦。迄沿路因着爱战争，安尼杀死足侪人。因到耶利哥是迦南人真要紧的一个城市，所以因派两个侦探先去看，这是军事家拢会做的代志。总是因去的时候，去互人发现着，迄个耶利哥的王知影讲有人有侦探来，嘛知影讲因走去伫拉合遐是安怎我毋知，所以因有人派去遐要找拉合吼，看到人来找吼，伊大先甲因两个藏起来，了后伊讲白贼，伊两个讲你交出来，伊讲无，因已经走啊，因走去倒我毋知。嘛，佫甲因讲啊，你对迄边去啦，你若去甲伊约会着啦，你若去约会着，所以人离开了吼，拉合爬去了楼顶看这两个人，甲因交换条件。交换条件是讲哦，我藏恁两个吼，伊佫较要紧的哦，甲伊讲话中间哦，对第9节到第11节哦。是伊甲两个密探，迄个对话是我今仔日讲到真要紧的重点伫遮。迄个对话，你若看圣经吼，第9节，伊甲伊讲吼，伊甲这两个人吼，伊讲吼，我知上主已经用这个所在赏赐恁。伊讲我知，是安怎伊会知？听人讲诶，伊无可能以外无法度嘛，一定是听人讲诶吼。伊讲哦，我知影上帝已经即块土地要互恁啊，耶利哥城恁诶啊，伊认输啊啦，伊讲阮伫遮诶人吼，就听着恁来吼，阮逐个拢话要惊死，伊讲惊到要破胆吼。为什么？因听着啥？因听着上帝安怎带因出埃及？安怎过红海这代志，因听到的时候，因拢真惊。拉合伫11节的上尾遐，竟然讲一句足要紧的话。伊讲吼，我知影上主已经将这个所在交你。佫一项，我嘛知影上主恁的上帝是天顶地下的上帝。这是拉合的信仰告别。伊信上帝是天顶地下的主宰，这是真无简单的迄落吼，这真无简单。但伊是安怎会知？一定是听人讲的，一定是听人讲的。伊所听的故事，我呢精彩我毋知，至少伊有讲伊所听到的，这个代志，互伊相信讲。这个以色列人所拜的上帝，甲阮也无共款。这个上帝是真正的上帝，这是伊的信仰告别，这真宝贝的所在呢。
过去第12节开始，伊甲因交换条件，我甲恁唱，啊，恁爱保证我的安全。伊知影有一日这个声会互恁攻破，恁爱保证我的安全。这讲起来，有啦，有真侪人讲，安尼讲起来哦，拉合是出卖伊的同胞。我今仔日讲道毋是要讲这，我今仔日讲道要紧是要讲11节，伊迄个信仰告别较要紧。有可能是安尼，伊要为着伊的出发点，有可能是自私，为着要保护伊家己甲伊的家族，这是伊的代志。毋过伊的信仰告别，这是真要紧的代志。伊有听人讲，咱今仔日的启应文。罗马第10章，保罗讲：若无人传，若无听到，哪会知？无人讲，哪会传？哪会听到？无车牌，哪有人传？这保罗用这个真 logical 吼，讲你要听，你要知影，迄个救恩，你一定爱听，听就爱有人讲。讲要迄个人要讲，都要先车牌，这是一连贯的代志。所以，伫遮我要讲的是，这个拉合 sometime 毋知对倒遐听伊真正接纳这个上帝是伊的上帝，这是真宝贝的所在。伊见到这两个争谈的事。伊要帮衬因吼，因是对的无毋对，伊要帮衬伊，因为伊是安怎？因为恁的上帝，我嘛信恁的上帝，所以伫这个信仰的顶面，咱是兄弟姊妹。我拄有讲，你会当讲伊出卖伊的同胞，伊自私安怎？总是伊出伫这个信仰，伊帮衬这两个青分人。佫是因的对敌，伊明明知影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伊的信仰搬过伊的背景，伊的民族的代志，这是真奇妙的代志啦。这款代志吼，人无条件接纳我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我经验足侪摆。我上会记的是，我拄来美国读册的时候，去到波士顿正话，寒到要死啊！家己一个波士顿我拢无甲半个人，入去学了大，礼拜再去，我去附近的一间教会礼拜。我去的时候，听甲因唱圣诗，迄阵少年的时候唱圣诗，还佫真大声啦！我足欢喜的，会当唱圣诗，调拢共款，我拢会晓。我唱足大声，边仔一寡美国人拢一直甲我看，讲这个少年的是安怎足大声安尼吼？嘛是无人甲我讲话啦，咱无随便甲青云人讲话吼，所以因拢无甲我讲话。咱嘛我煞我嘛呢，就转去啊。后礼拜过来，我嘛唱圣诗，佫遐大声，就有人甲我点头啊啦。我咧，这安尼，这敢若咱即国的吼，就有点头啊。第3礼拜吼，2礼拜拢无人招我，讲楼骹有咖啡通啊啉，佫有cookie通啊食。阮迄阵学生拄仔去美国吼，迄有cookie甲咖啡毋免食钱，毋免钱，迄是偌欢喜啦，拢无甲人讲。阮就咧啉咖啡。第4礼拜吼，招我讲你要来阮兜佚佗无？好啊，就用车载我去因兜，伫遐食中昼，甲我开讲，阮甲伊讲台湾的代志。阮真做好朋友呢。我来加拿大了后，甲因还佫有咧联络。因过身的时候，因的囡仔甲我通知呢，有即款呢。因毋捌我毋是因的对敌啦。毋过因毋捌我，因接纳我，为什么？因为咱信共的上帝，咱信共的上帝，这咱伫拉合的心上看到。但罗德的故事吼，头前咱无读的，我真简单讲。
有一个犹太人做以利米勒，伊的父亲人做拿俄米。我想拿俄米这个太太比因先生较出名，咱真罕哩听到伊的先生名。啊，因两个囝，一个叫做马伦，一个叫做基连。因本来住伫犹太伯利恒，耶稣出世的所在。为着基因因离开移民去摩押，是外邦人的所在。伫摩押的中间，因娶新妇啦，娶一个叫做俄尼巴，一个叫做罗德，两个拢是摩押的查某囡仔，外邦的查某囡仔。犹太人真注重血统。你会记得亚伯拉罕的囝要娶某的时，亚伯拉罕叫伊的老婆等伊的本地去找一个查某囡仔。可能以利米勒甲拿俄米经济上做袂到，因娶一个外邦的两个查某囡仔。第四节讲因住伫摩押住差不多10年后，以利米勒马伦甲基连老爸甲两个囝拢过身，剩3个官妇。遐开始是咱今仔日读的圣经第6章开始。拿俄米听着讲，伊的故乡以色列的伯利恒袂甲那歹啊，所以伊想要转去。伊嘛知影外邦的查某囡仔娶转去啊，会互人看轻，这伊拢知影。所以伊真直直苦劝两个新妇讲：恁转去恁外家啦，我家己一个转来倒，恁去啊会真艰苦，恁毋好对我。两个本来拢讲不爱要对伊，要对伊。后来俄尼巴有听伊的话，所以伊离开。过来罗德伊坚持伊无要离开。伊甲伊拿俄米直直甲叫伊离开。罗德讲一句话，足水的一句话是第16节甲第17节伊甲罗德甲拿俄米讲毋通逼我放杀你，离开你倒去。你去倒位，我嘛要去。你住倒位，我嘛要住遐。你的亲族就是我的亲族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死伫倒位，我嘛要死伫遐，葬伫遐。只有死会互你甲我分开。若无，愿上主加倍责罚我。这是足水的，真侪人用这摕去做结婚式的誓约，足下的啦。结婚式的誓约，罗德是一个外邦的查某囡仔，伊甲拿俄米住差不多10年，因为第4节讲10年，弄3个查甫咧死去啊，伊住差不多10年。俄尼巴本来嘛无要离开，所以咱会当想拿俄米一定是一个足好的大家，这真无简单的代志呢。你甲想，咱大家新妇的问题你若去看新闻，哇，逐日都在讲这，你对，这个拿俄米伊有甲因讲上帝也无，我毋知。总是罗德伫遮讲，你的上帝是我的上帝，是安怎？信上帝若会像你安尼我嘛要信上帝，罗德就是这个意思嘛，敢毋是安尼？这是真宝贝的代志呢。咱每一个人做基督徒，包括我做牧师，人会讲若像张信一个我就不爱去信耶稣。有人，你有可能有这个代志的，咱大家拢较老实的啦。有一个讲。有一个，我听拢伫非洲讲一个宣教师足歹的啦，对遐人足歹的啦。直直甲因讲，恁若无信耶稣，恁袂当去天堂安怎？遐人讲，阮去天堂若拄着你，阮不爱去啦。对不对？这真正的代志。
哪何必？什么款的大家我毋知，我相信是足好的人。路德伫伊的心中看讲，信上帝若像你，你的上帝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对你。这是我尼好的见证，这是我尼好的见证。耶稣甲咱讲，恁若三听，圣人要知恁是我的学生。咱爱用行动，互人捌耶稣呢？哪何必？哪何必？我伫东吴读册的时候，我上大先去读东吴啦。我台湾读大学读几6间，迄阵的法律系我拢读了了。我伫东吴的时候，黄武东牧师去遐讲演，我会记得伊讲一个故事，我印象足深的。伊伫讲因老爸。黄武东牧师是互人养的，所以迄是伊的，毋是伊的生爸啦，姓黄啦。或者黄轮是一个狮字旁，搁一个迄个轮胎的轮的一边黄轮吼。伊讲因老爸伫一个小庄头开面店啦。伫迄个庄头有一个老妈做李管，即个李管吼，去到位逐个拢惊伊啦。就迄个阵啊，地头蛇就是啦，去到对啦。去黄牧师因老爸的店吼，食面食伊讲互你记仇，无人得记仇啦，逐个拢知影无当摕啦，毋免记啦。就是安尼挥泪安尼。无偌久吼，全无去啦。即个李管伫迄个庄头毋知走去倒，逐个拢奇怪，是走去倒。逐个嘛讲，电门走去倒嘛是讲莫转来较好啦，有一日转来变一个人呢，开始担菜去卖，伫乖乖伫市场卖菜，起头无人敢甲买，甲一箍买菜呢，无人敢甲买，毋过看伊都无共款，搁一项吼，伊趁的钱拢算摕去行人。去黄牧师因老爸店讲，我毋知甲你食偌济，我毋知啦吼。我一只淡薄仔去贴你安尼啦，咱多谢你啦，真歹势。迄个黄牧师的黄伦先生问讲，你是安怎啊？你是安怎那变安尼啦？因我信耶稣，信耶稣，伊伫遐怎传道理互黄牧师因爸爸？即个黄牧师因爸爸吼，听着讲，你信耶稣，你变遮济哦。伊讲你若信耶稣安尼，我要对你来拜即个神。对迄阵开始，黄牧师讲，因老爸礼拜日门迄店拢关起来，对即个人毋知行偌远去做礼拜。黄武东牧师，恁少年的可能毋捌的，伊是台湾战后。咱的台湾长老教会总会成立的时候，1954年成立台湾长老教会总会，伊是第一任的总干事。迄个时阵拄啊战后228的代志过无偌久，是足紧张的时阵。迄阵国民党对台湾长老教会是足烦恼的，因为迄拢台湾人，因真惊要做一个领袖，带迄个台湾长老教会。为着安尼，黄牧师去读中央中学，了后去读台南神学院，了后做牧师，做长老教会第一任的总干事。这个李管，伊绝对想无到讲伊的影响遮尔大，伊绝对想无。你的上帝是我的上帝。毋望咱会当互人看咱看到上帝像伊安尼。但我今仔日将因两个摕做伙吼，我直接要讲的就是拉合的信是对听的，是对听。人甲伊讲，有人传伊听伊信。路德咧，路德是对
那学美的好行为，伊对安尼来信，一个是听，一个是看。我定定伫想讲，第一代的基督徒吼，要变做基督徒，大概敢若即两条路尔啦。若毋是听来，就是看到啦。咱的中间有可能嘛，有人信主神为看到一个某物人讲啊，即个人我要甲伊啊嘛有人对听来，有第三款的无？有啦，有啦。那像阮即个牧师囝吼，伫教会大汉，伫迄个基督教的家庭大汉的吼，阮拢有听，嘛有看，是毋是安尼？今仔日咱要洗礼，洗礼吼，洗囝，这神大概因为伊若特别来哦，真要紧伫咱的家庭的内底，咱爱有迄个环境，爱讲，甲囡仔讲，爱做互囡仔看。我几礼拜前捌甲恁讲吼，我拄啊做牧师的时候，阮迄加拿大伫Alberta有迄个爸母吼，囡仔再来主日咯，啊因走的拢去啉咖啡，啊1点钟后才来载囡仔转去。可能有讲啦，啊叫囡仔来主日咯嘛，总是因的模范，迄囡仔哪有可能会来？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的内底，有需要讲，嘛有需要做。伫迄个我爱找看放伫倒呀。确定啊，咱洗礼的时候，誓约第2条，爸母爱誓约的第2条，我读一遍互咱听。讲恁着倚靠上帝所赐的气力，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囝，爱讲互因听啦，爱讲互因听啦，着用基督甲好行为来培养因，做互因看啦，爱做互因看啦，互因的所行合伫耶稣基督的教示，这是爸母的责任啦。这是爸母的责任。你的囡仔，你爱讲，你爱做互伊看。啊，咱做教会吼，咱做教会，确定啊，咱嘛爱誓约。咱确定啊嘛是，我迄誓约毋知写伫倒，我即摆咧找无。迄个誓约的意思是吼。咱做教会，咱相信上帝将这个婴仔交代咱，咱爱帮衬爸母伫遐养育伊的囝儿。这是我今仔日将拉合甲罗德扣做伙的原因。我真感谢上帝。老实讲，我今仔日要来是要穿这领到，那是我想偌久了呢。我到尾也想的吼，我到这个会还阁会当家己那领洗礼吼。我想这领到爱穿，啊要阁穿这领，大概也无遐尼济摆啊啦。真正的，我真正是足感谢呢。啊，我嘛真感谢，因为这个圣礼典，我今仔日。通搁一摆提醒咱做爸母的，做教会，伫上帝面前领受这个婴仔，咱爱讲，所以咱爱有主日学，咱爱做，用祈祷、用行为来帮衬爸母培养因的囡仔。阿们，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收视
这个圣礼典互阮，阮真感谢今仔日伫遮要接纳你所想事的一个婴仔，阮真欢喜。总是阮也知，阮的责任真重，阮爱帮衬伊爸母养育培养这个囡仔，恳求你帮衬阮，互阮无袂记得，阮的信仰是对别人传互阮，阮原来有义务将这个信仰传互阮的后代。求你的圣神帮衬阮，互阮无袂记得阮对你所领的恩典甲使命。愿阮今仔日所做一切，荣光上帝你的名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免。